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鹿茸，自古以来都是被当作高级的养生食材。也毋过市面上有袂少来路不明的鹿茸，互拢是食到真袂安心。所以农委会就辅导着饲鹿协会推出国产鹿茸的标章，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， 就会当查到鹿的品种甲饲鹿场的管理方式。安尼一来，食鹿茸就放心了。 不管是泡酒、切片来食，或者是甲抹做幼粉煮糜，鹿茸一向是热门的养生食材。即马农委会为了让消费者会当安心的选买，辅导养鹿协会推出的国产鹿茸标章，民众只要用这手机扫描标章正边的 QR code， 马上会当查询到鹿茸伊的生产理念，也佫会当参加协会所举办的抽奖活动。 国产鹿茸上主要是来自台湾水鹿甲梅花鹿这两个品种，当中南投县的国生乡，伊是国内上大水鹿的养殖区，有100年历史，产量就占台湾水鹿2/5以上。这个国产鹿茸对外观来看，侧面呈现褐色鲜红，就是品质新鲜的保证。我们养鹿户的话，会直接跟客户联络，我们可以有没有亲眼看得到，也可以摸得到。 不像国外的鹿茸进口的话，都是已经人家讲的冷冻多久的。台湾国产鹿茸正透过扫描国产鹿茸标章，就会当查询这鹿仔的品种以及饲鹿仔场所的安全管理方式，对消费者来讲更加有保障。